咱来看到台东区这台东县呢，有200多公顷的金旋往来，因过就要发生讲这往来消无路墩甲烂去的问题。不过即摆呢，有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上到台东延平乡山区的金旋往来，拍算要来买往来，而且有来到台湾现场考察。台东县延平乡的往来田拄正种金旋往来栽落去，6、7月才被采收。验过19就一间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，经过贸易商甲乡公所介绍，来到山区的往来产销班农户现场看农民种植的情形，对这个环境也个种植的技术印象真深。で、あとは何がびっくりしたかというと、多分日本より確実にオーガニックに近い。延平乡桃园村山区的金旋往来产销班，差不多有30位农户。农民讲，可能是种的所在伫咧山区，食起来气味无共款，才会吸引日本的业者来遮看。公所是讲，这边日本业者主要是要买加工果子的原料，希望牵线和双方合作，改善农民的生活。可能也因为是气候还是土壤的关系，它的口感会不一样。举办在行政作业还有证明等等，那可以还有相关的一些小小的补助，那我们可以挹注的、可以帮的，我们就尽量做。日本的食品加工业者讲，这边除了希望买东部的往来，也对台东的食客有兴趣，希望以后拢会让引进日本去加工，结果卖到全世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